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嚟到龜龜長者資訊頻道。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一個好正嘅計劃啦，就係賽馬會智齒保健計劃。咁佢呢個計劃咧就主要係針對兩類嘅人士，就係腦退化症或者係帕金遜症嘅人士，咁提供咧免費嘅基本牙科服務。咁大家咧都知道腦退化嘅長者咧，一般都比較難理解牙醫嘅指示啦，甚至乎佢哋都未必講到佢自己邊度牙痛啊，甚至乎有啲掙扎啊、抗拒嘅表現嘅。咁而帕金遜嘅患者咧，咁佢哋一般個身體都會容易僵硬啦，甚至乎一啲帕金遜嘅藥物咧，都好容易影響到牙科嘅治療嘅。咁相對上呢個治療嘅療程咧就會比較複雜啲。咁呢個計劃就好好，咁佢就一啲牙醫咧同埋姑娘咧都對呢一兩類嘅人士咧都十分之有經驗。咁所以咧都，如果大家身邊都有老人家咧有呢兩個症狀而有需要牙科嘅服務咧，都好建議咧大家去到睇下合唔合資格去申請嘅。咁而咧計劃咧就會去到咧2027年嘅2月。咁名額咧就有2000位啦，就先到先得嘅。咁呢個計劃好好啦，咁咧佢就專係針對咧呢兩類型嘅人士咧，佢就有一個有需要嘅時候啦，提供一個意識鎮靜嘅治療咧，去配合牙科嘅治療嘅。咁例如啦，有個腦退化嘅老人家喐嚟喐去，又唔肯俾牙醫睇牙嘅，咁咧佢就會咧用口服嘅形式咧，提供鎮靜嘅藥物咧，俾個老人家。咁個老人家咧之後個反應咧就會變得緩慢啦，但係咧都可以依然 keep 住咧去清醒咧，去方便咧牙醫咧去幫個老人家睇牙仔嘅。計劃咧究竟包啲乜嘢嘅咧？咁佢就會包一個的士車費嘅資助啦。咁咧而牙醫同埋姑娘都係好有經驗咧，去到應對腦退化啦、帕金遜嘅人士嘅。係啦，咁第三咧就有1對1嘅牙醫嘅指導啦。第四咧，好似啱啱咁講，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就會有個意識鎮靜嘅口服藥物去幫助成個治療。咁第四咧都好緊要喎，因為有啲帕金遜嘅長者咧就好需要一個吊機去幫助。咁如果有需要嘅話咧，佢哋診所咧都會有啲無障礙嘅設施啦，同埋特殊嘅設備咧，去到配合嗰個牙醫嘅治療嘅。咁最後咧，佢就會有一個流動嘅應用程式啦，一個 3D 嘅牙齒嘅模型嘅展示咧，去睇翻咧嗰個老人家或者嗰個患者咧嘅口腔情況嘅。咁具體嘅一啲資助嘅項目包括係啲乜嘢啦？咁包括咧6個月嘅基本嘅牙科服務啦。咁啱啱講嘅的士費用咧，其實佢就係實報實銷嘅。最多咧可以 claim 2次，每次上限咧就係500蚊啦。係啦，咁就有啱啱講6個月嘅監測啦，都係有個 app 咧可以睇翻老人家嘅牙齒嘅狀況啦。係啦，咁而嗰個免費嘅基本牙科咧，其實佢都好全面啊。咁就包括咧一啲口腔檢查啦、X 光啊、氟化物嘅治療啦、牙齒嘅衛生指導啦、洗牙、補牙、脫牙咧，佢都係包括埋嘅。咁嚟到大家最關注嘅申請資格啦，究竟有啲咩條件咧，先至可以申請呢個咁正嘅服務咧？咁佢分開咗2個啦，第一個咧就係有基本嘅條件，咁當然要個對象咧係有腦退化或者係帕金遜症，咁咧就需要提供一啲證明啦。咁好簡單，其實有啲醫生信啊、藥袋啊，或者有 download HA Go 醫健通咧都可以出示翻呢一啲證明啦。咁第二咧就喺屋企，即係依然喺社區裏邊生活，就唔喺院舍嗰度生活嘅。第三咧就係有真牙啦，即係唔係全部都係假牙啦。咁第四咧就係過去2年裏邊咧都冇參加過咧關愛基金嘅牙科資助計劃。咁第五咧就係之前冇參加過呢個賽馬會嘅計劃咧，咁呢個就係基本條件。第二咧就係經濟狀況嗰方面啦，咁就咧中咗咧以下是但一個嘅政府津貼咧都 OK 噶啦。咁第一咧就係拎緊呢個長者生活津貼啦，第二咧就係拎緊傷殘津貼，第三咧就係拎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
係啦，咁就如果咧呢幾項嘅津貼咧都冇拎到嘅，咁但係咧又符合以下嘅條件咧，就都可以參加。咁首先咧就係腦退化嘅人士啦，如果佢係住緊基層嘅房屋咧，都可以獨居兩老啦，佢又住緊一啲基層房屋都可以申請。咁而柏金遜人士咧，就係佢住緊咧基層房屋都可以申請嘅。咁乜嘢係基層房屋咧？咁包括一啲公屋啊、居屋啊、唐樓啊、單棟式嘅舊樓啊、過渡性房屋咧，都合資格嘅。咁但係大家要留意翻咧，綜援金嘅人士咧，基本上因為本身咧綜援金已經有一啲實報實銷嘅牙科資助，咁所以咧就綜援金嘅人士咧就唔適合去參加呢個計劃噶啦。咁申請方法咧都好簡單嘅啫，咁大家咧既然都識睇 YouTube 咁叻啦，咁都應該咧識得咧上網填表格噶啦。咁佢呢個計劃嘅網站右下角咧，佢有一個網上申請嘅掣，咁大家撳完入去之後咧，佢就會彈咗個 Google Form 出嚟啦。咁大家咧基本上咧填完個 Google Form 交完之後咧，咁佢就會兩個星期，即係如果合資格啦，咁就兩個星期內打電話俾你噶啦。咁如果唔合資格咧，咁佢都唔會再額外通知你嘅。咁填完個表格啦，佢又打咗電話俾你咧，咁大家咧就去依時咧去到診咧睇醫生就可以噶啦。咁佢咧嘅呢個計劃咧就有4個服務點，咁就係葵涌啦、中環啦、旺角同埋上水嘅。咁就派去邊度咧，咁都係由翻呢個計劃咧做最終決定權。咁呢個計劃咧，另外都有出一個叫做營愛健齒通嘅 App 啦。咁呢一個程式咧，冇用到呢個計劃嘅人士咧，都可以去下載嘅。咁我就專登咧都 download 咗落嚟，俾大家睇下咧，裏邊有啲咩功能啦。咁首先咧，呢一個程式咧就要去註冊啦，註冊咗登入到之後咧，就會見到呢一個版面嘅。咁版面右上角咧，佢就有照顧親友嘅一欄啦。咁最多可以有5個嘅親人咧，可以睇到老人家嘅牙仔嘅狀況。咁咧裏邊有包括咧係一啲老人家嘅刷牙記錄啦，咁可以幫佢咧睇翻佢刷牙嘅情況。咁裏邊有一個刷牙嘅教學。咁其實對一啲腦退化嘅長者好好啊，因為佢有啲卡通嘅圖片啊或者影片咧，咁咧就會生動啲，可以勸下佢咧，每日咧都要鼓勵下佢刷牙啦。咁而咧佢咧就有一啲嘅認知嘅遊戲啊，咁其實咧就裏邊嘅遊戲咧，又可以俾老人家玩之餘咧，咁咧亦都可以咧鼓勵佢儲分啦，鼓勵佢多啲咧去愛惜自己牙齒啦。咁咧裏邊嘅遊戲都好簡單嘅，咁好似呢個咁啦，就係揾翻相同嘅星星咧，撳落去呢個其實贏噶啦。咁完咗個遊戲咧，亦都可以儲積分，咁有啲俾佢鼓勵下佢啊咁樣啦。咁有啲牙科嘅資訊啦，咁我呢度就唔逐一講啦。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去 download 翻呢一個嘅 Apps 啦。咁佢就有啲每日任務，咁例如係簽到又可以加分，刷完牙咧又可以加分，咁好似啱啱講玩完一啲遊戲又加分咁樣。如果咧儲到一定嘅分數，咁其實佢都可以換咧屈臣氏嘅現金嘅禮券嘅，係啦，咁就鼓勵翻呢個老人家咧可以多啲去愛惜自己嘅牙齒啦。基本上咧就呢個 app 咧個內容就係咁樣，有興趣咧就可以自己去 download 翻落嚟。咁今日條片咧就去到咁多先啦，咁就下條片咧就再見大家啦，拜拜。